台东县成功镇公所争取真侪年，成功到绿岛的航线测试正式来启动啊！对北部来游客呢，会当伫咧成功的新港渔港坐船往回绿岛，就唔免塞车开点外钟的时间去到台港的富港渔港坐船。9月试营运期间呢，成功的居民有优待这船票250块尔。为成功定开往绿岛的新航线测试中岛首航，为咗当地居民真欢喜，提船票载行李到新港渔港等船。因为当地有1/3的居民是为绿岛迁徙过来，早就望会当为成功直航绿岛返去故乡，而且北部来游客嘛免阁加开1点外钟的车去台东市富港渔港坐船去绿岛，感觉加真方便。距离我们搭车过来就可以了，其实离台北会稍微近一点。首次起航，然后想说去看一下。以前要回一趟绿岛，很不方便哦。不方便了，差的太多了。其实成功到绿岛的海上航线，当地居民争取真久啊。今年车电公司甲客轮业者总算得到共识，会当利用新港渔港上海洋船码头停靠客轮。那方便当地居民往回绿岛，也当予游客会当选择为富港坐船到绿岛，再个为绿岛坐船到成功佚佗，增加一条新的台东旅游路线。这是很新奇嘛，去另外一个地方。观光可以起飞，然后交通可以便利，可以带动两地的未来的发展。它也可以赏金，因为这边的鲸豚比较多。成功到绿岛首航，载101个游客甲居民到绿岛。因为这个月起营运期间，每礼拜3甲拜5中昼拢会各开一班客轮。未来爱看营运状况，再来调整航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